首，咱三甲来念。 先吼，咱过来看第二首。第二首是圣诗609，地主听堂内面。这首咱嘛诚熟。圣诗609，地主听堂内面。 咱大声来吟哦。虽然将是沙砾，心内你的相依，咱若是时间的记，好日刚过三年。好，咱这礼拜开始，咱吼迄个诗要改做382首，就是咱古早咧唱迄首，咱来吟一摆。382首，投影片有吗？投影片。若无就请咱来现圣诗382首，咱干那要唱第4站。第5站，歹势，咱干那要唱第5站。投影片直管哦，来做吟。 我的天堂救主在，呀哩呀为起世高，那我的机会高贵，永远站在归梦里。阿门来哦。 好，咱三甲阿头来祈祷。亲爱的救主，阮知，伫你的厅堂内面，阮有永远的福气。虽然你无应允阮，袂拄着试炼，总是你一直伫阮的身边照顾阮无欠亏。伫几年年前的上尾一个主日，阮要召开定期的好会，各团结要五种会友来报告2020的事工以及财务的内容。阮知，阮伫主内是一家。 各团体主的事工顶面学习3甲同工，为着要互教会的圣工更较顺利来进展，来无推迟。
下礼拜就是旧历年，阮有一侪兄弟姊妹要转去探望阮的亲人，也求主你保守阮一路的平安。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安尼，恁无搁做外面人拆脚的，就是甲遮个圣徒相国，做上帝家来的人，受起做伫遮个使徒甲先知的地基顶，基督耶稣家己做主甲要紧的招，在伫伊见若所起的拢三联络，点伫主来渐渐成做圣殿。 三甲吟诗来学了上帝，圣诗258首，圣诗258首，请咱齐声感谢上帝，请起立。 Sen
咱有缘徛伫用主所教示咱基督文3角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你的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我你带阮入去试，又叫阮脱离迄个歹，因国、权柄、权柄，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万人做事，伊本着彼拉多人来受苦，定是第4摆作人母。第3日地上中国我上天，加一个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我来生活，是我是圣神，我是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下面。请坐。3角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第19篇，启应文19篇，请3角来交托。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我愿无上主的殿院到要分去。一声，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主，我的上帝啊！赤鸟啊，伫你的祭坛边做寿。徛起伫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经过的大小山谷，拢变做泉源。因哪行哪有力。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伫你的殿院点一日。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一声，因为主上帝是日头，是日来，伊互咱恩惠甲光荣。伊有办法将好意和建立的人。一声，万军的统帅上主啊，经过你的人。请咱3角仰头来感谢，慈悲疼痛满满，大权能的独一真神，阮伫天的阿爸爸上帝，伫寒冷的寒天甲雨水渐渐离开，我要搁一摆用感谢甲仰望，来迎接新的春天、新的年的时，我要大声出声来学罗感谢你。因你互阮在座的兄姐也有份伫主你的言下，尤其伫全世界受到武汉肺炎冲击的一年，你保守台湾平安来经过，有好的政府团队用正确的方式来领导阮台湾控制疫情，而且经济继续发展。主，我要为着这个来献上我的祈祷，我的感谢。也求主你的慈爱、怜悯甲大权能，会当继续束缚伫阮的乡土，也帮助全世界早日脱离这个疫情。主，阮恳求你，也学如你无煞。这时，阮也要为着今仔日所要举行的会员定期好会来祈祷。主啊，你伫68年前有差遣你的忠仆、牧长。以及阮的前辈信徒来南门这个地区建立教会，高举十字架
来引带人归主，传主你的福音，来拯救侪人的灵魂得到永远的活命。其中阮也有经过3摆的建堂，到今仔日，阮除了少年历代信仰的前辈因所流水的骹脚以外，阮也应该搁较拍拼，为着你福音来广传伫即个地区来努力。求主你的圣神也亲自临在伫今仔日阮要所举行的好会，甲今仔日的礼拜顶面，也互阮所要做、所要行、甲所要讲的，拢会当合主你的旨意。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俄罗，请圣歌队。
三角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圣经箴言24章，箴言24章第3节到第6节，我会读。箴言24章第3节，厝对智慧来起造，搁对聪明来建立，搁对知识来遐个房间，有逐项宝贝甲水的财物满满。智慧人有大能力，有知识的人加天开力。你要交战，着用好的计策，无输做就会得胜。第二位伫马太第12章46节，马太福音新约，马太福音第12章46节，这记载耶稣甲伊的老母甲兄弟。46节，伊要对众人讲话时，拄着伊的老母甲伊的兄弟徛伫外面，爱要甲伊讲话。有人甲伊讲，你看，你的老母甲你的兄弟徛伫外面，爱要甲你讲话。48节，就因迄个甲伊讲会讲，什么人是我的老母，什么人是我的兄弟啊？就伸手举伊的学生讲，你看，我的老母甲我的兄弟，因为既然行我伫天里的爸会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讲道，请张宣信牧师主来一家。咱做伙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亲像诗班所吟的，我要吟讲上帝你大权能的奇妙，伫你的创造里面，互阮享受即个美丽的地球。伫阮人生的过程中间，你互阮会通四周围安排侪听阮的人来扶持帮赞。来甲阮做伙行阮人生的道路，主你的关联，毋若伫创造，伫阮的人生的中间，也伫救赎，互阮会通恢复诚做上帝你囝儿即项事的观点。主阮有上帝你的形象，主阮知影什物是好，什物是歹，总是知是一回事，我要做却是另外一项真困难的事。所以，阮无一个完全的人，无一个人有资格通徛伫上帝圣洁公义你的面前。为着安尼，阮甲你的关系断绝，阮无资格通称呼创造主是阿爸爸啊。若是你会听，就找恳主耶稣基督来成做阮的拯救，用无罪来替换有罪的，你的保惠。互阮甲上帝你立新的约，你甲阮讲，既若接纳伊就是信你名的人，上帝你就要互阮有权，成做你的囝儿。主阮靠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也凭着阮的信心，今仔日到你的面前来称呼你阿爸爸啊！你的囝儿三甲自治伫即个所在和谐徛起，是何等的水，何等的安乐。互阮伫人生的中间有即个属灵的家庭，大家做伙勉励，互相带导扶持来行天路。毋望阮彼此的提醒中间会活出更较合伫上帝你旨意迄个生命的款式。直到阮有一天到主你的面前见你的面，伫新的天新的地享受永远的活命。主阮感谢你设立咱们教会68年久，经过足侪信仰长辈。前辈因的努力打拼，今仔日愿继续伫遮来高举12架，来传扬上帝福音，享受主来一家团契生活。祝愿即个大家庭今仔日做伙伫遮来敬拜你，求你伫阮的中间，也帮助阮今仔日的好会，互阮看出阮即个家庭抑佫有甚物需要来加强、需要来打拼的所在。愿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来帮助阮。你伫阮的中间设立你的宝座，互阮的敬拜得到你的悦纳。阮同心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我想咱若伫民主社会，特别伫台湾，当年拢会选举的时，
你拢会感受到一寡话吼，政治口号啊，互咱印象会真深刻啊。特别选举的时，咱伫无偌久以前啊，有讲到即个乌人的迄个民权领袖啊，伊即句我有一个梦啊，就诚侪人到今仔日还阁咧笑念的。人类一定有一个梦，人拢在平等，会通自由互相尊重来生活。所以伫1960几年，伫遐讲 I have a dream， 啊，就诚侪人即句话印伫咱的心内。所以真可惜，就是安尼经过50-60年了后，即个种族的歧视的问题，伫美国也是遐尔啊严重，毋是干那伫美国，全世界拢也遐尔啊严重。所以有另外一个口号叫我无法度通喘气啊，因为遮美国的警察用迄个强制方式啊来对遮有色的民众来执法，直到一个有一个乌人，互警察啊甲压伫涂骹，伊伫遐发讲我无法度喘气，总是警察无放松啊，迄个人为着安尼来过身去。所以即摆咧讲，即个黑人的命也是命，为遮一直演变出来，到今仔日即个梦，路顶马顶的梦，也无法度通来实现。总是有一寡政治的即个因咧选举时阵的口号吼，嘛互咱印象真深刻嘛。亲像奥巴马咧讲改变，伊当时选举的时阵，伊讲爱改变吼。所以到今仔日即个迄落，当然咱知影即个川普伊佫互美国佫一届伟大吼，虽然即届选无掉，总是伊的印象互人真深刻。相对的，反正我咧准备即个讲题时阵，今年美国的选举的时，即个 Joe Biden 到底是讲什么政治口号？完全无印象。到尾才去查讲，原来伊用3个 V 啦吼，伊是 Biden， 所以用 Build Back Better。佫建设转来吼，佫一届建设互伊佫水。即个就是伊的口号，总是印象大概无真侪人知影吼。因为顶届选举非常的混乱。台湾最近嘛对世界发出一个口号，叫做台湾 can help， 吼，台湾会通来帮助，伫即个疫情的中间。即个口号毋知伫世界偌侪人知影，即个咱即个效果毋知啥物款。总是至少互人真简单一句话，就知影讲台湾爱诚做世界一个帮助的溃烂。最近咱知影昨凤山咧罢免迄个市议员的代志，我感觉遮人嘛真有创意吼。迄个罢免环节叫做凤山清洁队啦吼，用伊的名迄个清洁队，就是讲要甲清洁队。另外最近还佫有一个人要互罢免，叫做Thank you啦吼。伊拢叫Thank you嘛吼，即个陈柏惟吼，黄柏惟，陈柏惟吼。因即摆要甲罢免，就叫做Thank you啦吼，删掉的Thank you，即个记者会。用迄个同音真趣味，互咱会通想到遮个人，要互咱印象较深刻。我伫咧准备的中间，我看到一个真趣味，我咧想讲，咱中间毋知有人有即张春联无吼？这位先生，有法度通甲写做陈时中6款。毋知有人有收到即张值得收藏哦吼。即张春联用这位先生即。中国迄边称呼讲，即个这位先生一个讽刺咱台湾有人创意就是安尼。我想即个，互咱拢印象有一寡较深刻的即个政治口号也好，也是平常咱生活拢拄会到的代志。我即摆来考大家的一个记忆啦吼。你敢知影6年前吼，柯文哲伊的竞选口号，你敢要会记？来爱记的人就足厉害啊！我甲你提示一下啦吼，因为我咧追踪即个吼，发现讲，伊6年前柯文哲是第一届选台北市长，伊咧甲人辩论的中间，伊讲过即几句话啦吼。伊讲咱台北人吼，是为全台湾逐所在来，不管你是为倒位来，咱拢选择伫台北生活。所以伊讲 One City, One Family 吼。同一个城市，咱拢亲像一家伙，这是咱台北是咱共同的家。亲像咱厝内人，咱冤家总是袂切断关系啦吼。
大家互相体谅、互相包容。台北即个所在是咱共同的家，即个是伊2014年啦吼，当然伊是毋是愿意做这后迄落？你看伊竞选主轴为辩论会开始就安尼讲，后来伊伫迄个选前之夜嘛是安尼讲，这我拢为网络上去拢找着吼。伊对伊的支持者，选前之夜当然是遐支持者伫伊的竞选总部。伊讲，今仔我徛伫遮，已经毋是我代表我一个人，是咱一群人，一群对台北有感情的人，望会通得到改变的吼。所以咱是志同道合的一家人，咱是 one city one family。后来伊当选了后，当然都爱去安抚遐无投伊的票的人。伊讲真感谢支持我的人，嘛感谢遐无投票互我的人。选举了后，我们都是一家人。台北市民咱拢是 one city one family。所以咱就知影讲，一家人的定义足宽啦吼。你要安怎讲你一家人？咱拢知影讲诚做一家人。对狭义来讲，就是当然咱血缘上的关系，血缘上老爸囝孙安尼就有血缘在咱一家伙。当然无血缘关系，因为结婚的关系，因为婚姻，嘛是诚做一家伙。法律上去认养的。去认养讲即个诚做我嘛是诚做一家伙，也是讲有同居的事实，这是狭义的一家人的定义。较广义的，亲像柯文哲讲的，咱大家做伙住伫遮，咱大家拢是台湾人，咱大家拢是甚物款的人，亚洲人等等，我们好像是一家人。对精神层面来讲，嘛有一寡甲，咱最近为着迄个捷克迄个参议院的迄个议长来遮讲，我是台湾人，咱感觉非常的感动。即个是学即个甘海迪1963年去到柏林的时阵，讲我是柏林人当时迄个柏林围墙还袂拆毁，即个就是搁较广义的，我认同，我听，我认同，我是诚做一家人。总是事实上，咱愈来愈感受，今仔日武汉肺炎即个代志，咱敢若一个地球尔。实际上，伫地球内底所有人类拢是。好像一家人一样，毋是讲迄是恁兜的代志，迄甲我无关系。即摆已经无法度通安尼做。若是事实上，咱对圣经来看，伫上帝唯一的创造主的下面，你甲我，全世界人类拢是一家人，拢是一家人才对。所以使徒行传17章24到28节，即个是保罗。去到雅典对希腊人来介绍上帝，伫迄个所在，伊讲的一段话一个讲道。我请咱大家注意来看保罗伊的讲道，伊的观点。伊讲迄个创造世界甲其中万物的上帝，伊是天地的主，毋是干以色列人、犹太人的主尔，伊是创造的主，是用家己的活命传开互万物、互众人，包括恁希腊人、雅典人。所以创造万邦的人对一个本源为亚当，然后一个本源出来，徛起伫全地面。所以上帝真趣味，伊甲因限定大生的时期，甲所徛起的地界。上帝创造人，总是即个人要活伫即个时代，要活伫即个所在。上帝有伊的目的，是要互因找上帝。所以伫各种的文化内底，咱看人拢咧找创造主，拢咧找上帝。原始的部落嘛是咧找上帝，检菜通揣我来得着。保罗甲雅典人讲，其实即个创造的主，毋是住伫以色列，毋是住伫犹太，伊离咱逐人拢无远。今仔日你甲我都通来活、来行动、来行达，拢在伫伊。伊是咱性命的主宰，伊是创造的主，也是立意的主。所以咱看保罗对雅典人的即个演讲内底有几项。的重点，伊是全人类的创造主，伊毋是干那创造犹太人尔。第二项，伊互咱分散伫逐所在，伫伊活伫上帝设定的时间。咱今日嘛足奇怪，上帝互我活伫21世纪，互我活伫诚做一个台湾人。伫伊设定的时间甲伊的空间的中间，目的就是互咱伫咱家己的人生
伫各种无共款的文化的中间，借着咱家己生命的体验来追求上帝。咱咧找咱的祖家，咱咧找我为倒位来，我将来要转去倒位。伊是你甲我的创造者，所以伊随上即个创造的主上帝，毋是离遐远啦，毋是受时间甲空间的限制的上帝，伊伫咱周围，你小可注意就看会着啊。因为咱今仔日抑阁会喘气，抑阁会行达，拢在伫伊的观念。啊，即个是保罗对雅典人讲出伊对生命、对全世界的迄个看法。总是真可惜，一寡人伊无认为讲人是上帝创造，无认为讲有一个创造主上帝。所以伫罗马书1章20节，保罗伊是伫伊的人生的体验，伫伊的知识的中间，伊感觉上帝实际上存在或无存在吼。你只要小可注意一下，你袂当否认有上帝，因为对创造世间以来，上帝迄个关联、四季的运转、自然律、人体奥妙等等，伊的性质甲伊的关联，虽然你看袂到上帝，但总是你对伊所创造的遮物件，像咱今仔日即个火伫即个所在，咱知影讲，这有人伫即个所在来甲安排好势。你看见一个岛啊，一个啥，你拢知影背后有一个创造的人，创作的人，你对受创造的物想了就会明白，人无理由通推脱讲，伫一切背后有一个创造主。总是遮个人因虽然知影有上帝，有一个搁较悬的存在，总是无要认同伊做上帝，嘛无感谢伊。啊，生命是我的，我要安怎活，我要安怎，我要安怎来伫世间过我的人生，无要认同伊。所以，因的思想就变空空，因未晓我的心变做黑暗，家己感觉真有知识，实际上是无误。遮个人无要成做上帝的百姓，上帝的囝儿。所以继续讲，因既然毋肯存上帝伫因的心思，上帝出在因啊，伫不中用的心行毋合宜的事。所以我想咱一直有咧看见。即个世界时代伫变，真侪代志就是今仔日迄个人的所行所做已经无合伫上帝旨意，是愈来愈严重，行遐无合意的事。真侪人亲像迄个第二囝，我甲老爸无要有关系，我应得的，你想是我的，迄是我应得的，我无需要甲你有啥物关系，所以你甲我分家伙，我要。经营我家己的人生，我家己要过我的生活，所以这第二个囝就断绝甲伊的老爸的关系，出外咧放荡。这个亲像甲上帝一家伙的关系就断绝去。圣经甲咱讲，关系的恢复是通过耶稣基督。约翰福音书读煞咱讲1章12节，使徒约翰。提出一个人安怎恢复甲天父的关系，讲既然接纳伊的，上帝听你欢喜接纳，信上帝为着我所备办的救恩，耶稣基督信你名的人，伊就赏赐因有权，成做上帝囝，定心恢复迄个甲上帝的迄个父子的关系。亲像迄个老爸讲，迄个放荡主佫倒转来了。伊马上甲伊挂手指，甲伊称为我即个囝虽然捌失落去，捌失袂去，虽然捌甲我断绝关系，总是今仔日伊反悔倒转来，我要恢复伊的身份。所以上帝囝儿今仔日新的定义就是，才会亲像放荡主愿意佫倒转来，承认接纳上帝的听，来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因就要有权做上帝囝儿。今仔咱所读的圣经，耶稣佫加另外一个条件，要做上帝囝儿。伊讲，既然行我伫天的爸旨意的，你甲我若对上帝爱咱活出的欢喜来顺服来行的，就是做耶稣基督的兄弟姊妹甲老母，就是成做一家人共款。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咱教会就是即两个条件。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人所组成的，
第一就是你相信，搁接着耶稣基督；第二就是咱结做一体，愿意学习上帝旨意，互相勉励来行上帝旨意所组成的一个团体。所以，兄姊妹，伫保罗的批信内底，伊甲遮个以弗所教会兄弟姊妹讲，今仔日即个教会内底无一个外人啊啦，你毋是做寄卡的，毋是做外面人。咱来知影，咱是甲遮历代信仰的前辈是相国，做上帝家来的人。咱继续伫即个教会受起造，伫使徒的教师，伫先知的教师即个地基顶，耶稣基督是咱即个家庭的主，是厝角要紧的石。所以耶稣基督做基石，开始你甲我咱渐渐互相联络，建立来起一个上帝欢喜徛起的圣殿。所以即个圣殿毋是人教会三摆改建了基即个圣殿，是你甲我咱信仰所建立一个无形的圣殿。教会主来一家，就是互咱操练。我是即家伙人，是上帝家来的人的一个场所。所以今仔日咱要开会员大会，咱逐个人坐伫遮爱问的是：我是上帝家来的人，也毋是，也是我是外面人，我是寄卡的。我想咱逐个有时去探访的时阵，会看到真侪兄弟姊妹的厝有即个摆饰啦吼。基督是我家之主吼，是即个家的主。你若看英语是讲，基督是即个家的头吼，即个家的头。换一句话来讲，是这个家谁说了算？是老爸父权社会，还是老母说了算？还是真正伫即个家庭内底，不管做啥物代志，咱拢会想讲基督怎么讲？耶稣基督会怎么想？我想这个是一个提醒咱家己真好的提醒。伫厝里，你等于到恁兜看到即个摆饰，伫家庭内底亲子的关系、夫妇的团结，伫咧真紧张的中间的时阵，咱想讲耶稣基督怎么安怎看咱即个家庭？是毋是会变做诚做一个装饰品？我咧准备即个讲道的时候，我咧想讲，咱大概礼拜拢有行平安礼，咱拢诚做一家人。是毋是逐个人真正拢有安尼想？咱拢诚做一家人，咱拢诚做一家人，我们怎么样伫即个家庭内底来生活？所以今仔题目讲主来一家，主内即个主当然是耶稣基督。所以咱拢诚做一家人，讲因为耶稣咱诚做一个家庭，伫基督内底咱诚做一个家庭。那安尼的时阵，后回咱搁咧唱，咱拢诚做一家人的时阵，请你想看觅，这对我代表什么意义？伫即个家庭内底，我扮演什么款的角色？即个家庭内底，毋是干那我尔，还佫有其他兄弟姊妹。我敢有对因小可关心一下？我敢有小可了解因？伫即个家庭内底，我是干那咧享受，还是讲我游玩欢喜来付出？即个家庭，像咱头先讲的，即个上大的讲，迄个啥物？讲耶稣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咱共同上重要。所以，咱逐礼拜的时阵，拢会读迄个信仰个别，会读使徒圣经。你甲我咱诚做家庭，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以弗所第4章嘛安尼讲，咱伫耶稣基督内底是诚做一个体。你甲我受掉诚做上帝囝儿，咱的愿望就是活出伊的款式。主干一个，神干一个，洗礼干一个，上帝干一个，伫咱的中间，咱嘛建立伫即个使徒圣经内底。我信，今仔咱伫即个所在咧念使徒圣经，我是毋是信即个创造主宰是全能的爸？我是毋是信耶稣基督是上帝差来要来拯救我的？我是毋是信圣神伫咱中间咧运作，咧帮助我活出迄个上帝生命的款式？我是毋是信即个教会虽然无完全，总是信
是大家做伙有无共款性格的人所组成的教会。我相信信道会相通，信道相通对咱南教的这兄弟姊妹，大家做伙爱搁爱熟悉，敢毋是？咱爱互相带导，敢毋是？爱互相扶持，敢毋是？我相信我会做得到赦免，我相信将来肉体搁我相信我有永远的活命。这是咱即个家庭信仰的基础。总是搁落去，较实际问题就是，伫家庭内底，每一个家庭拢有问题。伫家庭内底，你会感觉哦，我出来转来厝，我就加真放松。我伫遮享受即个夫妇中间、亲子中间的疼。我伫即个内底，我感觉我毋是外人，我会通享受照我原来的本相伫遐来生活。我得到接纳，大家知影讲爸爸的脾气就是安尼，妈妈的脾气就是安尼，因了解我。伫即个家庭内底，我知影我有责任，我嘛有义务。有时为着家庭，我小可爱牺牲，嘛知影即个家庭内底一体若疼，百体同痛苦。咱是命运的共同体，无人会通阻碍伫即个家庭的下啊。总是伫家庭内底，家囝嘛会冤家，大家想法无共，会伤心，会受气，总是嘛会通互相原谅。但是即摆咱今仔日要进入伫2021年。咱学会了后，我用主来一家做咱今年的目标。希望即个家庭伫主的听内底，咱搁较认真来甲维护，认真做来甲经营一个家庭。世间家庭百款，最近看见少年人开车一届当死6个，讲因爸母拢毋知影讲因查某囝甲啥物人做伙偌久无断。嘛有迄种的家庭，亲子关系很疏离，家庭的关系很疏离。所以咱即个家庭，咱要经营做啥做啥物款的家庭？所以我就用今仔日箴言第24章30到40，这毋是干那讲咱南教会，实际上每一个家庭拢会通对即则圣经来得到启示。厝上毋是外表的建筑物啦，厝就是讲一个家庭。是对智慧来起造，对聪明来建立，佫需要侪知识伫遐环境的中间。那对即3项来看，厝对智慧来起造，英语讲 wisdom 智慧。即个家庭是用智慧来起造。基督内底，咱诚做主来一家，咱需要敬畏耶稣基督，敬畏上帝。我想咱大家拢真爱箴言即句圣经吼，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若家己掠做真牛的，事实上，诗篇讲伊是愚妄的人。知影我是创造主所创造的受造物，唯一值得我尊重的就是上帝。所以，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捌迄个性的就是聪明。所以，即个家庭是毋是有敬畏上帝？即个是诚做建立的根本。我看你讲要敬畏上帝吼，有时需要定来提醒。有时我咧看遐回教徒，因咧敬拜吼，一天5摆安尼趴伫地面吼，五体投地吼。咱今仔日来到上帝面前，有时会感觉较懒散、较随便，无迄个敬畏的心。敬畏上帝，伫咱的教会，伫即个家庭嘛，需要时常被提醒。伫你的厝内底。伫你甲恁囝食饭的时，嘛需要被提醒。不管你外头读甲医学院，你爱敬畏上帝，伊是智慧的根本。所以，即个敬畏上帝需要学习，也需要传承。申命记4章第10节安尼讲：迄日耶和华对我讲，这是摩西啦吼。迄日耶和华对摩西讲：你甲我召集百姓。我要互因听见我的话，互因活伫世间的日，通学习敬畏我。人的本性真容易掠家己做主，掠家己做大，袂敬畏上帝。总是上帝通过摩西甲因提醒讲，互我的百姓学习敬畏我，毋若干那敬畏我，佫通教示因的囝儿，一个团体，新的团体。所以兄弟姊妹，咱伫今年的中间，望咱的教会诚多，咱做伙来学习敬畏上帝。
也假使咱主日了青少年团契、各种的团契，咱诚做一个敬畏上帝教会。第二个讲对聪明来建立吼，咱讲 understanding 吼 ，under 互相搁较了解一个家庭来建立。我想一个家庭人甲人接触，真需要互相的了解，互相的扶持甲帮衬，有时嘛会通互相谅解甲包容，即个基础的原点。你要了解一个人，一定需要时间甲接触。因为我敢一礼拜看你一届，我一年看你一届，我无了解你，我毋知你的性格，我毋知你安怎想，所以时间甲接触就是帮助咱彼此搁较了解的迄个真大因素。所以我会记得阮以前老爸拢定讲一句话，讲有行才有亲啊。亲人你搁较你住伫隔壁，你若无咧来往吼，都袂亲啊。有行才有亲，伫教会内底，咱也需要无停止聚会，伫迄个互相有来有往的中间，咱才会通搁较熟悉，才会知影讲伊讲迄句话，我知啦，伊的性格，本来伊的本性都毋是安尼，是我了解伊为什么会讲迄句话，我会通包容，我会通接纳，所以对彼此的了解来建立。所以兄弟姊妹，咱今年毋望伫主的耶稣基督内底，用谦逊、温柔、吞忍，第三宽容，用和平来三结连，智来合一。所以，迄需要兄弟姊妹，咱伫主的内底，逐礼拜咱做伫遮咧敬拜，伫迄个中间咱咧请安，咧行平安礼，咱会通搁较互相熟悉。最后讲对知识，就遐个房间有逐项宝贵甲水的财物满满。咱即个属灵的大家庭，有各种无共款的事工。咱今日有足好的生活队，有足好的智慧，因为因欢喜将因的知识、将因的温数，伫即个所在来表现，咱就感觉做礼拜非常的享受。有的人有服务的温数，有的人真有关怀，有的人真有替人带倒。咱需要各种无共款的人才的道理，各种的知识。你学会家人，教会小要安怎技巧较好势，你学法律的人，咱就安怎做较好势。各种的知识道理，就房间充满了逐项的好的面。所以，伫保罗的即个以弗所书嘛讲，伊伫教会内底想事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先生，这是拢无共款的人。咱需要团队侍奉，咱需要。愿意互上帝用我的知识来起造基督的身体，所以真侪人讲恁南门教会人才真侪，人才真侪是社会人才真侪，怎即个人才有伫遮个伫咱的中间发挥出来？毋望我看咱中间有真侪真宝贵的人生的经验、社会经验，也是专业知识，毋望遮个 knowledge、遮个知识，互上帝。伫即个南门教会各种的房间内底，水的面充满。最后伫箴言第24章第50题啦，讲智慧的人大有能力，智慧的人就敬畏上帝的人，有上帝诚做咱的帮衬，诚做咱的后盾，咱就大有能。有知识的人加天开力，足侪遮无共款知识，团队侍奉伫咱中间来相辅相成。你高见魔术若做就会得胜。道理的人若愈多，咱就愈有气力。所以教会今仔面对时代真多的挑战，有真激烈的属灵的征战，毋望咱同心合力来兴起即个福音。今仔咱进入伫2021年好会了后，今年咱的年度的标语就主来一家，基督是咱一家之主。我用的圣经节是哥林多后书6章16节。逐礼拜，咱的周报封面的标图拢有即个圣经节，即个也要诚做咱今仔日的金句吼。因为咱是真活上帝的殿，亲像上帝有讲，我要徛起伫中间，毋望上帝徛起伫咱中间，行油伫咱中间，伊诚做咱的上帝，咱欢喜诚做伊百姓，诚做伊家内的人。毋望上帝帮助咱，教会诚做伊荣耀的殿。咱做来读今仔日经句，哥林多后书6章16节，来，因为咱是真活上帝的殿，亲像上帝有讲，
我要徛起伫因中间，行游伫因中间，我要做因的上帝，因也要做我的百姓。哥林多后书6章16节。今年最后一个礼拜日，咱才考看，还佫会记哩话。哥林多后书6章16节，望咱诚做真活上帝殿，因欢喜徛起伫咱中间，行游伫咱中间，做伙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互阮通过主来一家来思考，你为着阮设立即个属灵的家，南门教会伫遮60几年久，伫即个时间，伫即个空间，阮参加伫即个家庭内底。上帝，你有你美好的旨意，就是毋茫阮伫即个所在来找求你。你伫阮的周围，阮的行达，阮的计划，阮的实行，拢在伫上帝你的恩典、你的带领下面。主啊，恳求你，互阮诚做一个敬畏上帝的教会。求你帮助阮，互阮彼此会搁较熟悉，彼此会搁较互相扶持帮助。也帮助阮所有兄弟姊妹愿意将上帝赏赐因的知识温顺投入第三甲来起造上帝你的圣殿你真活会奠伫阮的中间，互阮诚做主耶稣基督上荣耀的肢体。这是阮的期待，也是阮今年逐个三甲望来拍拼的目标。望圣神帮助阮达到阮所期待的。基督靠耶稣的名来求。三甲来吟回应的信息609首，伫主听堂内面，信息609首，请起立。咱今仔日的奉献要改方式吼，咱可能头有人看到，咱对即礼拜开始，咱的奉献无要用即个奉献地落去传吼，因为即个疫情的关系，惊即个手逐个拢去摸着吼，有即个疫情的问题，所以咱伫2楼甲3楼的迄个入口的所在，拢有放奉献箱吼，咱会当伫来礼拜进来的时阵你先甲奉献吼，也是讲未奉献的要转去的时。拢有迄个奉献箱，你会当伫外面家己奉献，吼。咱即摆唱奉献的诗歌，咱请即个两位执事，甲即个已经有准备好的奉献箱摕来头前，咱唱382首，来，请咱起立准备唱382首的圣诗。
较济。我来报告，咱看周报第二面吼，我重要的几项我来报告就使。第一，咱今仔日念面刷就要举行好会，这时间真紧吼，我可能8点钟45分就会当结束吼。咱请大家，尤其是会员，你会当留步。咱刷的是伫楼骹的所在，咱照往例，咱会分2粒肉粽吼。咱这个结束的是伫楼骹的所在，会分2粒肉粽，请咱大家参与。第二项，咱今年较特别吼，咱拜五迄个旧历初1的新春感恩礼拜吼，因为疫情关系，咱要小会有决定要中止吼，要停止所以拜五即个拜五，咱看就有即个拜五无新春感恩礼拜吼，迄个初1，咱合并伫初3吼，因为初3搁礼拜日啦吼，所以咱新春感恩礼拜，请咱伫即个后礼拜日即个时间吼，共款10点半，咱来举行。后礼拜即个上时后即个圣餐的礼拜吼，迄个初3。早间祈祷会咱2月份因为过年甲寒假的关系，咱休困1个月吼，所以有参加早间祈祷会，拜3早去早间祈祷会，兄弟，咱3月初3才搁有开始吼，3月初3，咱请咱注意吼。第7条，2月份的中秋会本来是有定伫后礼拜，咱要伫过年关系，咱要伫后礼拜吼，即后礼拜搁报吼，中秋会。即个搁过即个儿童主流的春游，甲即个其他的大多数人，请咱家己来看吼。咱即时，咱甲时间交互张牧师，咱要来举行今仔日的好会。毋知咱大家有摕到好会手册啊无？那还未摕到，请举手，拜托咱同工分一个好会手册。要拜托还未摕到吼。如果将来你若好会手册拢当然你会通摕转去啦，后壁有真侪电话啦吼，你要敲电话互咱兄弟姊妹，有遐个迄落你会通摕转去。如果你若感觉阮厝里敢需要一本吼，即个好会刷了，你才留伫遮吼。检测有一寡其他的人，咱才印200本尔吼，所以200几本所以如果你若感觉我摕一本伫我的厝就会使，请你来留一本吼。我先来看，请咱来掀开咱的即个好会手册的第2页吼，第2页的时阵，这是互咱知影讲，咱教会你来看职在、人在、陪餐会员，有一寡人检测对教会较无熟。所谓陪餐会员，就是讲你会通领受圣餐的人吼。领受圣餐就是你已经有受洗礼啦吼，有受洗礼，各背过信仰的，迄叫做陪餐会员。职在人在就是讲你的职有的人伫别个教会洗礼，总是职无煞来吼。我鼓励咱来，你若认同咱的教会，毋望你煞来咱的教会吼。如果你若还未洗礼，鼓励你伫上帝感动下面，看什么时间来洗礼，你就诚做人教会的会员吼。职在伫咱人教会，人在就是讲你至少1年有来参加过1届、2届礼拜吼。人还佫伫遮，有的人洗礼了全无去吼，全无去，迄个职在人不在吼。小会拢爱去整理。所以咱看第2页、第3页吼，咱感谢上帝，咱的教会职在人在有316个吼，316个。照咱的即个法规吼，咱的会员大会爱职在人在过半数，316个过半数才会通成会。今仔过半数是159个。咱头先伫楼骹张牧师咱的长老伫遐点，咱今仔有178个吼，所以咱已经会通符合法规的规定，咱已经会通成会。咱家己拍鼓来。好，下面请咱来祈祷，咱要开始今日好会吼。天父，阮感谢你，互阮伫世间咧行人生的道路的时，有真侪遮兄弟姊妹陪伴阮，你设立教会来增强阮的信心，互相的扶持。伫主的内底，阮诚做一家伙。今仔日南门教会伫遮要开家庭会议，为着过去上帝你怎样恩待阮、带领阮。
互阮的教会伫即个社区啊，伫各种的时间观点来培育信徒，来传扬福音，来即个享受团结的生活。阮三甲伫遮来看教会过去即年的各种的情形，求你伫即个家庭内底来做主，互阮今仔日所想、所讲、所计划、所通过的遮议案，得到上帝你的祝福，仰望上帝你伫阮的中间来帮助阮，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好咱先来看咱的即个停书吼，咱已经即个盛会吼，我想真重要就是咱教会，大家听上帝、听教会过去有真侪为着教会伫金钱上的奉献即个咱教会管的这财务爱真清楚。爱大家人的奉献，要用在刀口上吼，所以咱各团体拢有伊个即个财务报告毋过教会总体的财务报告，咱有选出2个会友的代表来替咱检视吼，所以咱旧年是请陈培豪弟兄甲林博华弟兄，毋知检视替教会检视有陈律师，你要来报告还是补法？律师，陈律师，请你来讲一下，伫财务上有啥物需要改进的，还是有啥物问题吼？请你来甲大家报告一下。牧师，2位牧师，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平安。2020年的小八吼，全部拢有检查过吼，正确无误啦吼，因为产客也济吼，所以小八也吼真够啦吼，搁另外一个林某会计师吼，伊我哪有看吼。搁咱拢有点进，拢有检查即个项，阮是最后才搁检查一届，检查的结果就是正确无误，感谢大家。多谢检察委员。咱真多谢检察委员吼，特别因迄个保华是会计师吼，我伫办公室看吼，咱各团体吼，特别少年团体吼。因的效果袂晓记吼，我看因伫迄个办公室吼，舞几啊工啦，舞几啊工倒位问题咱查甲真清楚吼，每一个支出拢带有单据吼，等遮，真多谢这检察委员他的辛苦吼，所以教会财务的方面，咱伫议案的时阵才过来报告。下面我要请各事工的报告拢伫咱即本即个会手册内底吼，我要先一方面来请即个小会书记、中执会书记，也是咱长老的各事工吼。咱有9个长老，每一个长老拢负责一项事工吼。小可来介绍一下嘛，互咱，互大家知影好无？好无？吼，即是咱的中执吼，特别你有伫事工内底负责的请咱先来头前吼。我迄时迄个学长咧，我是拄咱有迄个减少吼，减少了拢真好势，嘿嘿，爱有人提才啦。哦，安尼吼，是的，多谢你提醒吼。咱多谢迄个我本来是想讲伫财务的接纳议案，迄阵才来议案，最后才有最后接，伊是替咱报告的啦吼。所以咱议案的时阵，咱才来接纳即个代志吼。咱即摆先来处理报告的代志吼，先我互咱知影教会咱的运作吼。小会书记吴中央长老吼，执事中执会书记迄个杨明章，毋知有伫遮无？杨明章有伫遮？伊今日无来。哦 ，OK。迄个各事工小组的组长，我是想安尼啦吼，因为即个报告拢伫内底，拢文字上啦吼。你咧迄若有看到啥问题吼？看你要问，也是咱迄个事工小组，你感觉你有需要，互咱兄弟姊妹知影，
你就来报告，若无就是真侪拢互咱家己读啦吼，转去家己读这个报告吼。毋过我互大家知影，即个各事工小组的负责人，拜托咱长老来头前好无？来头前你若要报告来讲吼。无即摆咧看迄个停书馆顶吼，小会书记吴中央长老中执会的书记是杨明章，今日感冒无来吼，请假好，咱无先请。咱家己咱这拢写较真清楚吼，所以毋免搁逐条读吼。即个施工的负责人，请你当起来，互人知影讲你就是即组安尼就会使啦吼。若你若要补充，你会使讲吼，还是讲有大概无啥物质疑，咱就是安尼落去吼。咱看第17面，第17面小会的重要的技术吼。老实讲吼，2020年吼，咱教会小会甲即个中执会吼，真大的挑战，因为拢拄着毋捌拄过代志吼。第一个就是咱四牧师教任，吼，咱有聘即个张传信牧师，吼，张传信牧师要转来，佫拄着疫情，吼，佫延，吼，咱中间咱有即个张主良牧师、教育牧师代理主任牧师，佫拄着即个手续的问题，咱佫对中会申请，吼，等等，吼，即个疫情中间，咱也有即个4月甲5月2个月。的时间，咱停止聚会，咱用直播的吼，所以拢毋捌拄过吼，所以小会甲中执会敢来当用电话甲用迄 LINE 落去开会吼，但是嘛是拢总有经过，但是这互咱有真大的即个挑战甲真大的经验吼，即个过程拢总记伫第17面开始，甲小会记录、小会报告甲中执会报告。即两项请咱家己看，吼，多谢，即个安尼小会甲中执会报告到遮吼，咱即摆到逐组的组长请照即个顺序，顺起来报告吼。我咱趁这机会，互咱知影即大家庭的运作吼，请你先开第21页吼。第21页，咱为着教会真侪无共款的事工，有分做团队组、教育组、礼拜组、总务组、关怀组。服务组、财务组、社区宣教组、甲研发组，吼，每一个咱的教会长老拄好即个教会小组吼，像团队组是顺典长老，教育组是赖鸿旭长老，礼拜组是中央长老，这是咱今年的啦吼。所以关系这个事工，你若有建议，你拢会通找这个组长。我毋知咱即几教会小组，这个组长、这个长老，恁有啥物要补充的无？有需要补充的无？是咱有啥物需要问的无？今年咱一直有咧进行一寡代志吼，譬如讲咱昨昏吼，就搁咱即个，因为即摆直播愈来愈需要吼，迄个需要性直播的设备啦吼、品质啦吼，各方面咱要甲用较好势，所以研发组啥，因拢逐个拢有。咧进行遮个代志吼，遮个事工拢报告伫咱的手册内底吼，所以我遮个迄个对组长要起来一个无？咱互大家。团队组迄个蔡顺典长老来，咱起来一个。来，一个吼，顺典长老教育组大长老今仔日有无？有伫遮？团队组教育组是罗洪树长老伫遮无？伊今日无来吼。礼拜组中央长老，你有要报告无？我即摆请互咱熟悉各组的组长吼，如果恁若感觉即组我有一寡问题想要了解，伊会通甲咱回答吼。若无咱就迄个各组的报告，咱家看手册吼。礼拜组是中央长老，请伊来看下礼拜组。第29面礼拜组吼，咱礼拜组今年我旧年是财务组，今年是来换来即个礼拜组吼。礼拜组咱礼拜组今年有决定有几项代志是新的吼，就是讲咱圣诞节是迄个31礼拜是咱有看到咱所谓的小诗班啦吼，迄个小诗班有来献诗。即个小诗班即个少年的这队员吼，已经差不多有30个啊吼，所以咱教会阵正式甲入做一个
好一个名啦吼，就是南门敬拜团，或者敬拜，简单讲就是或者敬拜团。所以咱29面的所在，咱就写讲咱即个敬拜团有30个人，差不多30个人吼。啊，正式编伫即个礼拜组下面吼。吼，所以即马咱有新，等于一个组织图咧，你也看会到吼，变做一个新的团体啦，新的组织吼。啊，咱会渐渐甲咱接触，咱有当时即个敬拜团会办活动，还是来，还是伫即个第2场的礼拜来献诗吼。大部分年拢是第1场吼。即个部分啊，另外礼拜组今年佫一个真重要代志，头拄牧师也小可讲着吼，就是讲。咱真侪人也拢开始也要看直播啊吼，啊直播咱虽望即马有实体礼拜，但是咱直播共款逐礼拜拢有吼。但是咱因为即个咱的设备甲咱的器材有较旧啊吼，啊所以今年有变较大的预算要来做即个规个即个影音甲即个直播系统的即个改善吼。啊，即个也是算伫礼拜做吼，啊但是即个咱。是用拜托即个赖明文长老来负责吼，啊，所以咱今年伫即个直播甲迄个影音甲迄个音控的部分吼，咱会加强，即个是礼拜组今年的目标。好，以上报告。有啥？关于礼拜组咱有啥物问题无？啊，咱真感谢即个像讲敬拜团吼，咱即个少年的吼，我昨下晡来看吼，因来遮上课，因请外面的吼，啊较有经验咧带敬拜赞美吼，啊来甲因教讲要安怎，互咱的第1场的敬拜赞美搁较迄落吼。即个少年的，逐个真拍拼咧装备家己啊，毋茫咱会当搁较进步。好，啊咱下面来请总务组啊吴长老、吴忠义长老，毋知咱逐个对总务方面有啥物建议啊无？牧师，咱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总务组其实就是咱教会本堂遮硬体，以及咱对面副堂啊，甲牧师馆的即个改造。所以伫去年牧师要登来进前，阮已经有完成牧师馆所有过去即个将近20-30年来的整修。了后，就一个副堂迄边又完成一个新的改造。另外，伫咱即个教会本身的安全，或者是一个电梯啊，甲迄个后壁，咱的幼稚园甲后壁咱迄个教会的即个范围内的所有的即个建筑，啊，甲设备等等。啊，另外就是伫咱教会头前迄个花园种花。啊，其实总务组毋是我家己一个尔，总务组阮阁有包括迄个分娩大师，啊，阁有包括咱的杨明章主事，啊，甲戴任宽主事，啊，甲迄个周明贤主事，哦，啊，阁有侪兄弟来甲阮斗帮忙。所以，咱也假使讲伫迄个硬体方面，或者是讲啊，咱个头前个火都插了无水，紧甲阮太太讲者，因为阮太太去买火来家己来做。所以有真侪爱改善的所在，有不得较。希望咱伫新的一年，伫大家的带导奉献甲关心之下，会当阁做较好。以上。是啊，是啊。其实吼，咱来做礼拜，你会发现讲真侪代志吼，细节你拢毋知影吼，拢毋是偶然的啦吼。不管是插花啦，还是讲外口你来礼拜。坐电梯啦，逐项拢后壁拢有人付出啦吼。咱真多谢总务组吼。你若感觉咱的设备吼，特别我咧想讲，咱2年以后要70周年吼，啊，咱即个已经活20年吼，拜堂部分咱可能爱搁小可来想看要安怎，伫70年的时阵，咱搁小可用一下吼。多谢总务组，有大家有啥问题无？若无咱来请关怀组啊，右谦长老伫咧无？伊伫楼骹点名敢是？关怀吼，即马较困难吼，主要就是疫情的关系吼。阮即马要去病院探访也袂当啦吼，啊要去人兜，有时逐个也感觉讲较心内较迄落吼，所以就真侪拢是用电话啦吼，用电话关怀来迄落吼。啊，毋过毋茫咱逐个互相较常联络咧吼。啊，特别咱中间吼有一寡大院的吼，破病的，也是年老无法度通来做礼拜吼。咱也有机会，拜托咱逐个拢是关怀组的组员吼，敲一个电话甲因问候，因会感觉足温暖吼，会感觉足温暖。如果你若较有人足久无来啊，你敲一个电话甲讲我人，伊会足欢喜。有一寡人咧做即个代志，我知影吼啊，
真多谢咱大家斗关怀吼，伫遮迄落。好，咱搁来看服务组王长老有上辛苦，咱王长老咱有。即摆为了疫情吼，迄个咱咧挂名牌代志，啥拢变做需要暂缓一下啦吼。毋然疫情会当较有迄落。多谢王长老。老师大家平安哦。服务组主要还是爱餐爱餐啊吼，爱餐即嘛暂时也无法度吼。另外讲，本来博士意思讲有机会一个月一摆茶点啊，看起来即摆疫情嘛无方便啦吼，嘛真无方便，所以这段时间服务组阮就暂时一寡服务较少去，就稍等有啦，稍等了有会分大家2粒肉肠，大家食吼。多谢。多谢服务组真辛苦吼。毋然咱真紧会通恢复咱的爱餐吼，大家较有机会通伫遮交陪吼。财务组请进公长老吼。财务组上辛苦啦吼，即个关于财费一日探天吼，每个礼拜拢爱去处理遮迄落吼。牧师各兄弟大家平安吼。财务组可能用一撮时间吼，甲咱报告，因为这疫情的关系吼，财务组真烦恼讲咱的收入减少啦，吼，因为咱减少做礼拜安尼，但是呢，咱旧年真顺利。第二点就是讲，咱旧年咱拢知影，咱有装修牧师馆含对面的办公室，吼，开足侪钱啊，开差不多500万左右，吼。咱收入减少，搁爱增加支出吼，但是确定迄落会报告吼，咱拢真顺利啦。另外一点，我特别爱多谢大家吼。第一个就是讲，咱要支持咱的教会，就是咱希望规定奉献，咱会当增加吼。规定奉献就是咱的最主要，咱的基本吼。规定奉献就是讲每个月上少咱有固定收入偌济吼。以外你若有感动，当然有迄个。你著特别的奉献吼，做即个奉献，啥物奉献？即我无要紧，但是我希望讲咱每一位有参与的，咱会当有即个规定奉献，少嘛无要紧，100块、300块、1000块拢无要紧。第二点就是讲奉献证明，因为你个奉献证明，常常咱会友会讲，我著奉献啊，我证明要开安怎袂使。其实因为即个奉献证明，就是咱有迄个。节税功能吼，就是你若奉献2000块，你就是你的支出伫报税的时阵呢，有可能会当减少。所以伫国税局对这查了真严啦，吼，所以咱对这个奉献会证明，咱的财务用啊足好，就是爱真注意安尼。第二点就是各团契，吼，有足侪讲我着有年会，我着上联团契，我着奉献互伊。其实我直接解释吼，像我妈妈奉献互上联，吼。5000块，其实咱教会共款开一个奉献证明5000块互伊，但是迄收入够伫咱教会内底，无啦吼，伫商联内底。你若奉献到圣歌队，钱伫还伫圣歌队，但是咱共款开，所以政府就是会去检查讲各团契内底你的校队无啦，吼，无你讲我都奉献到啥物人啊，伊几个，但是共款是伫咱教会开出奉献证明，这互咱大家人小可理解。所以各团契财务组吼，差不多3月底，阮会搁开一个辅导吼，每各组的时阵，各团契要来甲校记号好啦。因为呢，即个团契的校就是哪像咱教会的校，吼。我直接报告互咱大家知影，安尼多谢大家。多谢财务的情形，咱看来较详细吼。多谢进公长老，这真麻烦吼，因为即马国税局咧对遮愈来愈严咱做了真好啦吼，咱若知影查校委员迄落就知影迄落拜托咱大家小可迄个伫即个特别咱即马开始要用迄个奉献箱，这也是咱一种的训练啦吼。咱会自动家己投入奉献箱内底吼。即个爱养成一个习惯吼，来到上帝面前，咱带礼礼拜前，像昨仔讲，礼拜前礼拜咱家落伫迄个所在吼。多谢咱大家对教会的支持，互咱上帝加无欠言吼。这看咱的报告。好，搁落去社宣组来请蔡正的长老吼。咱即摆咧做社会的工作做了真好吼，也真好的风评吼。长青乐活班也好，还是即个师资班，还是迄个
手机班吼。大家平安。我重点报告，咱迄个寿险组，咱有基本的几个重要工作咧做吼，已经做真久，就是包括乐智班吼，个烘焙班吼，个手机班吼，还有个迄个长青乐活节。这几年来，就是我真多谢张博士阮的会员大家支持。伫即个方面，大家阮已经建立一个平台共款吼。就是上重要，就是讲咱对社区含中正区的健康中心，因遐内底的主管就是较早讲卫生所吼，嘛是有基督徒的主管，所以伫即方面，大家阮会当好个连接。重要就是讲咱的即个师资呢，对社区是一个触角会当走出去。所以咱的师资106年开始，咱第一批政府通过就是即个师资的据点，所以每年呢，拢满吼，每一个师资就是家庭有搁一个家属来陪伴这规定的，所以伫这个机会会当将咱的福音有机会来到每一个家庭。过来就是咱迄个张牧师这几年嘛有帮忙吼，即个教会吼，包括总会也是各中会，拢来当时来参观，咱来做一个咱的分享的。特别了解就是讲，咱就是即个中间呢，咱有搁做咱社区，咱有才艺班，但是即个才艺班，即个疫情的关系吼，所以有就等稳定了开始过来推动吼。所以咱详细资料伫咱的手册有啦吼。过来因为即个咱即个寿险班就是我一个基金会长期来咧甲支持啦吼，所以伫即个方面，大概阮会当搁继续过来帮忙吼。另外就是讲，迄个咱即马有即个基金会有通过政府会当来认证志工吼，这嘛是一个开始的工作，包括老人关怀师资啦等等弱势吼，所以即个还搁咧准备中啦吼，将来若一切就绪吼，甲大家再甲大家公布吼，请大家来支持，多谢。多谢咱因为我即摆长青乐活好，师资班也好，迄个手机班也好，我听参加的学员咧讲，因真有个人去别个所在，感觉咱教会设备上好的吼，大家真享受安尼。蔡长老咧讲，咱可能今年是毋是会通直接来开迄个志工的训练吼，志工训练甲认证吼，后摆会通迄落。政府即摆长照2.0真注重即部分多谢社宣甲社会资源吼，甲引入去，毋是干咱教会咧负担这吼，政府的资源会通甲咱会通做搁较好，伫即个社区的宣教方面吼，嘛会通迄落。毋知对社宣组有问题无？好，来请研发的迄个赖明恩长老吼，长老。各位平安吼。咱研发处过去吼，应该是咱要找咱教会应该研发的方向吼，未来方向。总是咱大概过去大概是教会网站顶悬，还是咱一寡电脑方面的管理吼，大概是处理这个代志啦。伫旧年咱拄着咱疫情的关系吼，袂当来礼拜吼，所以紧急创一个直播吼，开始做是普通啦，慢慢咧进步吼。我看到讲咱教会是真宝贵的一点，咱的会友吼，咱大家拢真看重咱的礼拜吼。所以咱直播出来，大家会友吼，老的少年的，大家拢入来看吼。我想咱即个对礼拜的重视吼，是咱教会足好的传统吼。所以今年度阮望吼，阮会用一寡较侪精神甲经费伫咱教会礼拜对第一场音乐礼拜第二场吼，咱即个影音设备甲对外直播吼，咱来加强一部分。望讲咱的礼拜会当即个设备会当愈来愈好势咱大家会当搁较爱来礼拜，咱会当对外吼，会当互咱一人来明白咱个教会，来传福音吼。以上报告。多谢研发组吼。迄个咱即摆咧看直播吼，我看逐礼拜来100几个人吼，除了咱遮礼拜以外，外口咧做，所以实际上直播是足重要的一个事工吼。咱也要做较好。因为迄个雅音甲辅助团契迄个会长伊爱先走吼，所以我拜托。秀玲吼，伊是咱今年辅助团契会长，伊爱去别个教会共请安吼，所以毋知咱对辅助团契你要小可讲一下。
妇女团契吼，我是妇女团契的会长陈秀玲吼。妇女团契伫52页吼，大家看者吼。啊，主要是阮的迄个聚会的时间吼，在礼拜五上午的9点半到10点半。啊，雅音是11点到12点，所以阮中间有一个10点半到11点，阮是会就是关怀啦、交陪啦，大家请安吼，就是有通好讲话的时间吼。那妇女团契邀请咱教会妇女吼，不管年长啊、年轻的拢，若时间会拄好，邀请恁来参加吼。阮即马妇女团契的聚会内容伫53页下面吼，阮有查经吼，固定一个月有一摆查经，是张牧师带，啊，阮会用有看迄影音的圣经影音导览，所以互阮了解想要读旧约会较有通好了解，啊，知影伊的所在啊，伊的地理位置吼。那我们现在会比较注重在我们就是姐妹之间的那个生命见证分享，好，这几点，然后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问的。吴美荣长老。所以他要写对内吗？名称。好，那我们那个名称要改就对了，建堂奉献就对了，谢谢。多谢，多谢吼，咱旧年吼足感谢吼，咱73了。那个我在要问会计师。好。这个我补充一下，咱旧年迄个，但差不多进公场都有讲，差不多开将近500万吼，啊，因为这个真大会，啊，咱其中咱双联团契甲妇女团契真好，真甘心吼，因欠足侪钱吼，啊有各摕各拿50万啦吼，所以差不多当会秘书讲无毋对，这个是放伫修缮的费用，就是帮咱这个修缮，但是咱的科目咱会放在建堂基金啦，吼，咱的科目是放在建堂基金，但明细是修缮费用没有错了吼，这个咱都概括了好，以上。多谢，这科目稍改变一下吼，毋知对妇女团契有啥物款的问题无？好，多谢，咱是来真感谢有双人团契啊妇女团契吼，甲一个家庭的妈妈甲阿公阿嬷共款吼，咱这个家庭欠钱吼。拢爱甲阿公阿嬷甲这个妇女团契撑场吼，多谢因旧年的奉献。好，我想下面吼，咱成人主任儿童主任每一个需要报告，请咱来头前一下好无？咱来头前，然后有人要报告，就报告，若无吼，咱就看有啥问题无吼。来，请咱照安尼来一个安尼，速度会较紧吼。来，成人主任儿。各位朋友平安，成人主任报告第36页到39页有过去的主要简单讲就是舞蹈班甲影音班就是这款礼拜日的中昼欢迎大家参加今年的年度的款要看的经文要看的圣经得一本大家用看，因为这差不多3年轮一摆。所以敢坐捷运共款即帮袂有要紧，随时来，安尼好。简单，因为搁另外一个提醒就是讲，因为我有准备淡薄仔的点心，互大家小可指邀一下，因为无圣餐无爱餐的关系，所以若会当要来是小甲办公室小讲一下，还是找我甲讲一下，我后礼拜会准备较好势。好，多谢。多谢，咱成人主任请儿童主任吼。像这平安哦，主任，我这边有2件代志要甲大家拜托哦。头一件哦是希望兄姐会当甲我介绍小朋友来哦，介绍小朋友，因为有的家长有的兄姐甲我讲，囡仔吼拢爱困啊，拢叫袂来吼。
啊，恁囡仔叫袂来，孙仔叫袂来，请你甲我讲吼，啊，你会当甲我加一个赖，你甲我讲，啊，要安怎叫，阮来想办法。吼，因为阮虽然阮即马主日后有16个吼，啊，幼稚园上侪有9个、25个吼，其实是袂少。但毋过少子化为止，阮来伫咧啦吼。啊，当然毋是讲因为要诱人安尼哦，因为想讲，咱教会其实有真侪囡仔拢无来到主日学吼。啊，麻烦就是大家，你若是歹势叫袂来，你甲我讲，咱甲我加一个赖吼，啊，我来叫安尼吼，啊，甲大家拜托。啊，阮开主日学是早起10点开始吼，10点。啊，10点开始，阮是先诗歌吼，有一个阮有老师，就是师资拢就很强，基本上是知府老师咧教诗歌吼，教台语的诗歌吼。我们教学很严谨啦吼，啊，请恁甲囡仔会当带来教会。啊，第二件要甲大家报告，今年7月吼，有一个儿童夏令营，啊，这个夏令营是就是年度的一个活动吼。啊，今年阮有甲迄个，今年是景美教会要甲咱合作吼。就是因带因的囡仔来参加咱的夏令营吼，啊，今年差不多应该有100个囡仔会来到教会吼，所以这个工程真浩大，啊，我甲大家拜托，你有时间，你有迄个感动，麻烦来当做阮的志工吼。我需要几种志工，头一种是，你若拜1到拜5有时间会来做小队服哦，小队服不分年龄哦，像拄仔迄陈秀玲陈会长。伊都已经报名要做小队服吼，要甲囡仔5天啊吼，这是很令人钦佩吼。过来就是讲，你若是无5天的时间，伊有1天有半天，拢欢迎你甲报名吼，会当斗3天做午餐啊水果吼，啊搁有会当顾囡仔做老师来讲故事、带游戏、唱歌，阮有真侪时间拢需要真侪志工来帮忙吼。啊，请大家若是无免客气，免客气，一定要甲我讲吼。好，谢谢。多谢。今仔咱来少年团体。大家平安，我是少年团契的会长梁宇雄，就报告几点比较重要的。我们规划与亲戚还有基史有更多的连接，所以这一次就有邀请亲戚的人。大学生回来少契分享他们在大学一些有趣的事情，然后我们每一季都会参与华语礼拜的小时班跟第2场的服饰，然后我们今年也规划在暑假的时候办一个少契的音乐飨宴，然后邀请少契的家人朋友跟同学一起来参加，多谢大家。谢谢。有一些暑工是时间到，咱就不拢会去出啦吼，所以我们简洁一点吼。迄个拜托青年团契，咱这边迄个较简洁的安尼的，吼，简单的一个，如果有问题我们就。喂，就无总师啊，各位长子、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青年团契会长张胜浩，阮今仔要来报告一个代志，就是因为聚会时间嘛是也是礼拜六的暗时，7点半到9点半我这一次聚会最大的变革就是，除了每一季的一次的华语礼拜跟第2场礼拜现实，那我们这边就是有在安排讲就是甲其他教会青少的团契一同聚会，就是可以了解别的教会他们聚会方式是怎么样。然后接下来就是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们2月27号要就是有一个 VBS 的高峰会，然后就是主要这个活动就是7月的时候，因为我们教会要跟景美教会一同
一同合办 VPS 的夏季学校，然后也希望大家一同参与这样，然后也希望如果家中有已经是大学或是研究所的孩子，能够一同来我们青年团聚会。以上报告。谢。啊，咱多谢迄个青年团契吼，咱教会这青年团契有咧学习啦吼。过落去基石磐石夫妇团契，很快的来。各位兄弟平安，我是基教团契会长赖树伦啊，麻烦大家当掀开14页，14页毋是基教的团契页面，只是甲大家讲报告一下，就是去年2020年有6对夫妇结婚，其中有3对是阮基石团契，另外有5对夫妇生囝这5对拢是咱基石团契的，所以表示咱基石团契已经为出社会的青年慢慢伫咱教会落地生根，那嘛真欢喜，也嘛真感谢大家会斗相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阮基石团契伫教会的服侍，大家应该拢会当伫圣诞的庆祝会，会筹备主持，还有装饰，布置的部分拢会当看到阮基石团契的服侍。另外就是小诗班，伫今年改名叫敬拜团，咱南门敬拜团的主力就是阮基石团契。阮基石团契其实，阮敬拜团其实嘛毋那一定爱基石团契，兄弟姊妹若是对唱歌，对乐器的弹奏，音控，若有兴趣嘛是会当欢迎加入咱敬拜团。第三就是阮基石团契甲下面的青年团契，还有少契，咱三个直向的联系，是今年阮要拍拼的重点那是会长还有辅导之间都有直向的沟通，那希望会当一个带一个慢慢揪起来安尼。以上，谢谢。谢谢。来，嘉伦。OK， 48页哈，基石团契因为年龄上的限制，所以因有迄个大基石、小基石哈，血母那个礼拜六，每个礼拜六7点到21点，只叫小基石哈，他们是隔周3，不是每周3哈。所以到时候你爱看周末哈，然后主会顺你那个礼拜3来搞不好。应该是多谢，应该是讲你若是周末较有闲就来周末，你若是平日较有时间，你就去平日的这样。那都可以先跟我们联络，我们再来帮你安排。对，谢谢。多谢。这个礼拜3不是每个礼拜大家知影这。另外一项，今仔日听到这阵上重要的是。每一个团契负责人拢真毋茫咱家庭大大小小，对大学毕业young couple 到那个幼儿，我们教会都有每个团契会参加要尽量咱邀请咱村的囝孙来参加过落去是磐石各位兄弟平安，我是磐石团契的张慧瑜咱头拄仔真欢喜听到基教团契生养众多，已经开始替咱南门扩大编制阮班长的成员大部分，阮其实是无年龄的限制啦，但是阮大部分的成员拢伫45岁一直到60岁中间。因为拢是教会中壮年，所以阮的成员除了主日学的老师、校长甲迄个。中心大部分拢伫其他的团契内底拢有担当事工，所以
阮内底大概若有啥物节日的时阵，阮聚会人拢会突然间无去哦，因为拢走去伫别位四散。阮因为伫即个年纪着较有教会，较有迄个工作的经验、家庭的经验，爱伫甲教会一寡事工的经验，所以阮欢迎若有兄弟姊妹会使换少团契参加聚会，若无固定伫个团契，嘛欢迎恁来吼。以上我的报告是这。谢谢。请副团契、少年团契准备献歌队。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服务团契是每2个月会聚会一摆吼，欢迎大家尽量来参加。阮一个大概一年内底大概3摆专题演讲2摆旅游啦吼，1摆主餐头仔就是讲，我是咧讲，无限制年纪啦吼，看头仔报告讲，足侪少年翁仔某吼，无生囝，希望这翁仔某队的来参加阮这个服务团契多谢多啦，欢迎，谢谢。支持会通参加服务团契吼，好，咱多谢服务团契，咱先请上来。因为我伫即个卡台报告吼，我可能讲安尼有距离啦吼，咱大家比较亲密吼，一只协调来报告吼。咱请两位59页甲60页吼。伫遮我代表少年团契，伫遮甲咱各位兄弟大家请安平安。少年团契聚会时间吼是每个月的第3礼拜吼，举行例会，咱以前拢伫教会爱餐，即嘛无，阮拢会叫便当，伫遮吼特别甲咱教会的兄弟邀请，15岁以上的即个兄弟姊妹吼，咱真诚恳的伫遮甲咱邀请，较侪人来参加。伫遮，我要小可回应即个政工长老他做报告的吼。我真感谢讲咱真侪友志吼，咱的会友妇女团契甲少年团契真侪鼓励啦吼，一向啦对早以前拢是对妇女团契甲少年团契足侪的关心奉献吼。伫遮我甲大家说多谢吼。伫即个中间吼。即个钱奉献伫即个所在，教会用袂着，即咱嘛看会着事实啦吼，我的感觉啦。但是少年团契嘛，家己嘛用袂着啦。妇女团契嘛，家己用袂着，因为我安怎做个妇女团契会长吼，一直即2个团契拢足欠的，得到真多鼓励。即2个团契拢足有钱的，但是拢毋捌咧开啦。委员会开委员会是嘛叫一个简单的便当尔，少年团契较无迄个开会的，拢伫下晡时会，然后煞咧开会，迄就免便当啦吼。不过少年团契啦，嘛目前我少年团契我现在当少年团契会长吼，阮的委员会去探访，从来拢毋捌坐计程车，足欠的。拢无其他的开销，我嘛毋知影大家甲阮奉献较侪钱，但是阮有一个意念，即个钱咱拢袂当开，所以即摆咱的教会的即个小产吼，甲各部士官的小产，开遐侪钱，阮就真惊讲咱遮的会友吼，有参加伫会内底吼，嘛有因咧奉献，但是我会甲因传达讲吼，即个钱。咱团契拢了会开，拢无开啦。钱花在刀口上，我就甲去报告讲吼，咱即个时间吼，咱即个年龄吼，要搁参加伫建堂，无机会啦。除非即摆还袂出事啊，是讲若有囡仔是看可能。要搁一摆的即个小产嘛无可能啦。要以我即摆吼，对少年即摆结婚即摆到哪吼？咱的牧师馆，
嘛是拢买啦，油擦擦的安尼尔，吼，拢无装修过，换一个牧师拢讲安尼，即摆是修理较大吼，这一栋嘛都搁当了几啊10担，咱的建堂要搁建堂一摆，咱遮人，咱在座的人也很难有机会啦。啊，所以咱即个钱开得有花在刀口上啦吼，所以我就有迄个感觉吼，讲即个钱是教会的，啊，咱即个钱花在刀口上，就是伫即个时阵。咱来甲双人团结来拍拍多谢，咱强强内斗啊，为着教会献献吼，多谢。所以我是讲吼，这是安尼吼，过路财神啦，欢欢喜尔啦吼，是真多谢大家甲阮这段诶鼓励啊，支持尔啦吼，啊，遮甲各位多谢，平安。多谢双人团结，好，来献花队。大家平安，我是献歌队队长李慧娟。阮的聚会时间是伫62页吼，拜五甲礼拜。啊，真欢迎讲对唱歌有兴趣，啊，要愿意认真练歌，啊，甲对事奉有负担的会友，大家参加献歌队练习。啊，献歌队需要大家的关心甲带导，啊，甲参加，谢谢。2月19开始，搁换一个赞美礼拜的。多过年，等下请大家来唱歌吼。好，来请奖学金委员会。各位兄弟平安，咱教会奖学金委员会有真久的历史吼。设立的原因就是咱要用奖学金来帮助咱教会来主题。啊，咱有分做奖学金甲助学金2部分吼。奖学金是每一年的母亲节甲感恩节。分2摆吼，咱用奖学金来鼓励咱伫主日学少年团结、青年团结表现真好的遮个主题。啊，助学金的部分就是每学期开始进前吼，咱来关心需要关心的家庭。啊，一久长以来，咱奖学金委员会大家拢真认，拢为即个即个奖学金来奉献吼。咱旧年度的收入是137126箍，啊，支出是176,200箍吼，啊，支出较超过即个收入吼。即几年来来讲，所以咱的基金是小可愈来愈少啦吼。所以咱若是大家若是希望大家当继续为即个奖学金来关心吼，啊来咱继续咱将咱即个奖学金咱设立要关心咱主题的即个心意，咱继续咱传落去。以上，多谢，多谢奖学金啊，继续为着即个长青乐活站，请张牧师来讲。感谢平安啊！我代替即个中民长老来报告吼。啊，因为咱伫顶一年咱是任宽执事来做咱的主任，啊，因为个人因素吼，啊，伊来伊讲伊来请示吼。啊，今年非常欢喜，咱邀请即个中民长老来做咱长青乐活的即个主任吼。也感谢即个中民长老吼，勇敢来承担即个事工吼。啊，顶年因为即个疫情的关系吼，所以咱伫3月甲6月遮的课程拢完全停吼，啊，伊伫甲9月甲12月才恢复正常吼。啊，搁来就是咱来感谢即个蔡正和蔡长老的老人急重症基金会，一直即几年来一直对即个长青乐活甲咱的手机班吼，甲咱的乐智班的支持。咱有足侪经费，对政府的经费拢是对即个基金会吼。来替咱申请，嘛替咱来支出咱的足侪讲师费，甲咱的足侪即个事工的费用吼。好，会计报告伫66页吼，66页。以上报告。多谢，咱长青乐活风评真好吼，拢已经满额啊吼。3月要搁开学，请咱们幼儿园吼，请杨园长。咱南门幼稚园原来历史足悠久吼那个牧师还有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然后南门幼儿园的一些施工就由我今天来这边报告。那个11月8号之前
董事长一直是由钟祖亮牧师担任，然后11月8号之后就由张牧师来接任。这样11月8号之前，我们很感谢那个钟牧师，就是对幼儿园在这段时间的关心跟协助这样。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南门幼儿园有一些活动，我们本来是每个月会办一些活动，然后可能疫情的关系，所以就是活动有减少。可是固定的活动像新生家长会跟家长会的部分，还有就是圣诞节的部分，我们就是一定会举办这样。然后像今年我们的新生说明会是在新生的招生说明会是在5月22号，然后也欢迎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学龄前的小朋友可以就读的小朋友可以来报名南门幼儿园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很感谢上帝，就是不会因为疫情的关系而让那个幼儿园的招生有所减少。我们今年还是一样，就是满额这样子。嘿，好，报告到此结束。多谢幼儿园哈，咱即马因为都满了所在限制，所以我们大概学生都已经9满了吼。咱也甲那个活动所在即马甲搭迄个起来，后摆落雨也会通伫遐。我毋望咱礼拜日会通好利用遐去遐拍日头袂歹吼。幼儿园越来越好，希望杨园长以后老师也能够多来我们教会做礼拜吼。好，咱以上我想下面我请大家看13页吼。这个是咱的目标，咱目前这个大家庭的情形啦吼。咱有9会长落15个执事吼，咱的长子有24个。咱的陪餐会员不止做316个吼，总是无逐礼拜逐个来啦吼。我们看一看，伫咱的第一场的花季礼拜，去年是58个平均啦吼。第二场177个，希望咱这将来会通有更较大的进步。明年我们看看，会通疫情的关系啦，过快，会通更有进步吼。然后他转咧讲会员的动态吼，有欢喜，嘛有伤心的吼，有一寡咱的兄弟安息的这个消息伫遮吼不过也真欢喜，有真侪新生儿伫咱的教会内底会籍转出专列如果你若还袂洗咧请你考虑吼伫迄个内底来洗咧。我想咱今日最后咱较重要，咱来看即个2020年的财务的决算吼，咱来先开即个互会手册第70页吼，70页即个表71页吼，2020年的预算甲决算吼即个咱去年的预算是5万达到1125万即个OK， 好，安尼咱今仔日有人注意头先遐个报告，大家有啥问题爱阁问无？若无有人注意接纳遐个报告无？有注意的，等下咱迄个局处长了注意接纳好无？注意后壁迄个保师吼来赞成请举手。这无接纳就袂过啊！接纳好，多谢。好，是嘞，咱来看70页、71页吼。你看2020年预算是1725万，决算是1046万，所以咱因为咱有2个月无实体礼拜吼，有影响到，所以无达到咱的收入的预算啦吼。这差78万啦吼，差78万。这个支出的部分，去年有支出71页的上后壁遐吼，咱的不管人事费用、事工费用、事务费其他，咱去年拢总用掉815万1205块。所以收入甲支出，咱今年的收支咱有结余231万吼，这个就是去年的这个决算。但大家对这个有问题无？决算的部分，咱的本来收入的预算较悬总是咱有2个月无礼拜吼，所以有影响到。不过讲起来已经非常的好咱去年的迄个还佫有结余200几万吼，8个9个基金内底，大家对
即个收支2020年有问题无？需要问的所在无？若无有人故意接纳无？会用叶医师故意接纳，有人复议无？咱即摆是即迄个李德兄故意接纳来赞成咱接纳2020年有选决选的决选，请举手。OK， 好来咱要过落去就是看今年的有选吼。咱今年有选就无搁增加，咱就照咱旧年的即个预算吼，咱来70个遐就是咱今年5万收入的部分会通达到1725万，甲旧年共款吼，5万疫情无影响着咱遮迄落关于要安怎即有选要安怎开支伫即个70个后壁遮吼，教会典礼会等等遮是咱的预算吼，所以今年有算是1725万。即个代志有人爱说明，还是爱需要问问题啊无？若无咱有人故意接纳2021年今年的即个有选啊无人故意要接纳无？有无？学中面对到故意接纳有人复议无？董老师故意吼，伫楼顶，我无看到。来赞成咱今年2021年1725万的有选，请举手。多谢安尼。好，咱最后一个就是咱需要伫会友中间推选2个代表会友来检校委员。即2个袂当是现任的长老甲执事吼。有人故意要推选倒2位来做咱的检校委员无？有人来替咱教会来看教会啥？你感觉较适当的人有无？只要毋是现任的中职拢会使吼。只要毋是现任中职，来请造就了。造就意思就是你故意陈培豪医师甲林博华吼，抑阁有人要其他的人有要故意无？有人要搁用其他的无？咱即摆要改过，一个人好无吼？较袂讲迄落吼。好，即迄个会先我想是安尼处理好无？你先故意陈培豪好无？咱一个安尼较袂讲2个迄落吼。赞成陈培豪继续的有人复议无？复议来赞成的请举手。好，多谢吼，拜托陈大律师搁继续辛苦。第2个，咱需要第2个迄个故意，有人故意啥物人无？只要会员拢会通故意啊。有人故意啥物人无？头先讲造就，抑个是迄个叫做长老林博华，有人复议无？后壁遐有复议来赞成的林博华，请举手。爱拜托遮个陈律师甲博华会计师来继续为着咱教会来辛苦吼。好，咱今仔日大概爱讲的到遮吼，毋知咱有啥物款的迄个问题啊无？若无，咱来继续咱的礼拜来结束，安尼好。复议，林博华复议律师会啦。司法复议大家赞成吼。好，所以咱今仔日有通过接纳各事工的报告，有接纳2020年的财务的决算，有接纳2021年的预算吼，拢照咱即个表吼。当然中间若还佫有啥问题，请咱随时啦吼，因为咱毋是敢会员，毋是敢一年一届会通对教会遮个事工有啥问题，咱是第2制度，咱所选出来长老执事，逐个月拢有咧开会吼，所以恁任何时阵有啥问题，有啥物建议，拢请咱通过咱的中执团队来，阮来尽快处理吼。多谢过去1年大家辛苦，也多谢兄弟姊妹对南门教会疼痛，
望咱听主歌啊唱，咱先来祈祷，啊，然后来唱即个上名的诗吼。天父，阮感谢你，互阮2020年虽然全世界伫即个武汉肺炎的中间，阮教会也60几年来第一遍停止实体聚会2个月久，对教会运作各方面受到真大影响。若是上帝你的恩典教也欢迎，阮伫即个疫情的中间发展出一个礼拜中间的直播，也伫上帝你的家，阮无欠用。伫兄弟姊妹听上帝、听咱们教会的精神下面，互阮的奉献，互阮的即个事工的费用，拢无欠缺，甚至阮有剩阮满心感谢主你的带领。总是阮领受遮尔侪恩典，阮都爱搁较来回报上帝你的恩赐，互阮做一个好的管家。伫新的一年，伫主来一家，尊耶稣基督做阮即个家的主，阮继续来拍拼。来高举上帝你的荣光，你的权能，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也伫圣神的帮助下面，互阮会通得到上帝你的呵乐。阮同心伫你的面前感谢基督耶稣的名，阿门。三个来吟上名的诗386首。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听从，圣神的相通安慰帮助，引带甲咱们教会以及阮正大家三合一个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后壁迄个奉献箱，他会摕去外面，互3楼落来的人也会当奉献。3楼、2楼，咱也会当伫后壁有奉献箱吼。我大感谢咱中间遮个信仰的长辈吼，咱90岁以上皮长老啦、安雅姐啦、木生兄，因为头坐到尾吼，因对咱们教会听伫遮拢表现出来，咱甲因谢谢，多谢咱大家的即个辛苦吼，而且请咱会通搭1楼地下室会通做伙伫遐食肉粽吼，若无要摕转去厝也会使吼，多谢咱大家参加吼为头教会，谢谢你。信尊你。